And then what? We won the war. 歡迎嚟到買飛佛，為你帶嚟獨到精闢嘅影評與深度討論。立即訂閱並開啟小鈴鐺，一齊將每一部好電影睇完亦睇懂。Christopher Nolan 執導嘅《奧德賽》The Odyssey 係當代好萊塢對古希臘荷馬史詩 Homeric Epic 最重大嘅改編嘗試。呢部耗資2.5億美元、長達173分鐘嘅巨作，講述伊薩卡國王奧德修斯喺特洛伊戰爭後長達10年嘅漂流返鄉之旅。同時呈現佢嘅妻子潘尼洛普同兒子鐵拉馬庫斯抵抗宮廷篡位嘅危機。喺導演奧斯卡鍍金後獲得嘅高度自主權下，Nolan同頂尖團隊合作，締造咗影史首部完全採用 IMAX 膠片拍攝嘅紀錄。多國實景拍攝同對影院體驗嘅極致追求，讓全球頂級影廳門票提前1年售罄，引發轟動一時嘅文化現象。然而呢一種極端嘅去神格化策略同沉重嘅冷酷基調，亦都使其成為 Nolan 職業生涯當中最具爭議、評價最為兩極分化嘅作品之一。Help me go home. 自1990年代末以跟蹤與兇心人崛起以嚟 ，Christopher Nolan 便以非線性時空解構、記憶嘅主觀不可靠性以及對實體特效嘅偏執追求，確立咗其喺當代好萊塢獨樹一幟嘅作者地位。喺憑借歷史傳記片《奧本海默》斬獲奧斯卡最佳影片同最佳導演獎之後，Nolan 獲得咗極高嘅創作自主權。事實上，Nolan 早喺2004年曾經受邀執導《木馬屠城》，但係當時因自認經驗尚淺而未接手。歷經20年喺大型商業類型片中嘅技術錘煉之後，佢重返古典學領域，填補咗頂級製片廠長久以嚟缺乏嚴肅古典史詩改編嘅空白。呢部作品最震撼人心之處，在於 Nolan 完全拋棄咗傳統神話片常見嘅超現實電腦特效奇觀，改用極致真實主義嘅角度重新詮釋古典傳奇。原著中嘅天神干預與超自然生物，被改寫為青銅時代士兵喺面對自然極限、極度飢渴與創傷後應激障礙 PTSD 時嘅集體心理幻覺與現象學經驗。本片嘅主創團隊代表咗當代電影工業嘅頂尖水準。奧斯卡攝影指導開特·范開特馬同 Nolan 展開咗第5次合作。本片締造咗影史紀錄，成為第一部完全採用 IMAX 70毫米膠片相機拍攝嘅全場商業劇情片。拍攝過程共消耗210萬英尺膠片，足跡橫跨摩洛哥、希臘、意大利、蘇格蘭、冰島、馬耳他同埋洛杉磯環球片場。配樂大師 Ludwig Göransson 採用希臘古典樂器、青銅號角與極簡主義重音低頻，構建出磅礴嘅聲景。情節講述咗奧德修斯重返伊薩卡島嘅傳奇與自我救贖之旅。喺奧德修斯長年未歸期間，以安提洛烏斯為首嘅求婚者喺宮廷肆意妄為，迫使王子鐵拉馬庫斯前往斯巴達尋父，因而得知咗父親當年得罪海神，歷經獨眼巨人、女巫瑟西以及冥界預言嘅漫長漂流，其部下亦都因為宰殺太陽神神牛而喺海難中全軍覆沒。期間，奧德修斯唔單止背負住木馬屠城與褻瀆神明嘅強烈內疚，仲喺冥界得知自己曾經被安提洛烏斯背叛。最終獨自返回故土嘅奧德修斯化名隱蔽身份，喺射箭招親嘅試煉中現出真身，聯手而止，肅清咗所有求婚者。復仇成功之後，深感雙手沾滿鮮血嘅奧德修斯將王位傳俾咗個仔，選擇同妻子潘尼洛普一同向西航行，自我流亡，喺未知嘅文明復興同歷史遺忘中尋求內心嘅真正平靜。演出方面 ，Matt Damon 減重至167磅，完美演活咗一位滿身道德瑕疵、精明冷酷且深受 PTSD 折磨嘅軍事戰略家。Anne Hathaway 賦予潘尼洛普強烈嘅政治主體性，演繹出喺權謀間精明老練嘅宮廷玩家。Robert Pattinson 將求婚者首領安提洛烏斯塑造得柔滑且帶有現代政客嘅危險感，被視為全片最精彩嘅反派演出。Samantha Morton 則以極具同理心嘅表演，將女巫瑟西改為受創士兵提供心理避風港嘅溫暖女性。喺票房與評價層面，影片展現出極其顯著嘅評價撕裂。商業上，影片全球首週末開畫票房達2.64億美元，直至2026年8月，全球累計票房已經超過10億美元。主流媒體與影評界給予極高讚譽。
爛番茄新鮮度達 95%。Metacritic 獲89分 ，CinemaScore 亦都俾出 A 級評價，盛讚其視覺震撼力。儘管巨大嘅成功背後，作品亦都喺古典學界引發咗爭論。部分學者質疑將神明降格為天氣現象，抹殺咗原著嘅神聖秩序。古典學界嘅集體質疑現代口語化嘅台詞破壞咗詩歌韻律。古希臘文教授 Emily Wilson 公開指出，Nolan 剔除宙斯同波塞頓等天神嘅決定，徹底否定咗荷馬史詩中神人互動嘅神聖秩序、幽默感與古典魅力。總結嚟講 ，Christopher Nolan 嘅《奧德賽》絕非平庸之作，而係一部優勢極其突出、個人風格與瑕疵皆十分鮮明嘅宏大作者電影。全程採用 IMAX 膠片拍攝，賦予咗青銅、海水與火光前所未有嘅物質質感，展現出當代電影工業嘅技術巔峰，並且透過歷史解構，傳達出宏大嘅當代人民關懷。然而，呢種極致真實主義嘅改編，同時亦都帶嚟咗顯著嘅敘事缺陷。影片因為過度追求心理寫實，強行剔除咗原著中最迷人嘅靈動智謀。例如奧德修斯自我介紹名叫 Nobody 相關語，欺騙獨眼巨人嘅經典智鬥，被改寫為粗暴嘅美式足球衝撞。而智慧女神雅典娜同主角間充滿幽默感嘅互動，亦蕩然無存，降格為主角內心罪惡感所引發嘅警示幻覺。更棘手嘅係劇本大量導入當代美式口語，同現代家庭稱謂、黑人演員翻演白人神話、海倫嘅選角，皆直接抽離咗荷馬史詩所獨具嘅莊嚴韻律與古雅歷史感。歸根結底，奧德賽係一場規模空前且帶有極端個人色彩嘅影像實驗。其現代化台詞、角色工具化同去神格化策略固然引發咗劇烈批判。佢或許唔係對荷馬史詩最忠實嘅翻譯，但呢種唔妥協、充滿野心與瑕疵嘅解構，使佢無疑成為21世紀史詩電影改編史上一座無法被忽視嘅里程碑。Some say he's in prison. Some say he perished. Odysseus is dead. Ithaca's king is coming back. No, he's not. My dad is coming home. You're a man who needs to control his fate. And you can control this.